乡亲啊，华视特别50岁了。华视伫1971年来成立，是台湾第3间的电视台。伫当年的10月31正式来开播。这50年来，华视有不少重要的时刻哦。咱做伙来看。 一队大场面演出，路边有真侪乡亲伫看闹热，正常家大脑拢出现，拢是为着华视的开播典礼。恭请副总统夫人按钮开播。1970年1月，华视正式成立，同年10月31开播，珍贵影像拢记录落来。开播迄一天，为下晡4点到暗时11点半收播。为黑白画面中看无电子的节目表。 敢若一张真大张的纸，大个专人去念经，也无像即马精密的摄影播放的器材。伫当年却已经是上界优良的设备啊！华视为筹备到正式的开播，敢若10个月，真全力做好准备。 拉下红色布幔，台湾公共电视广播集团 TBS 正式成立。时间过真紧，100年、50年啊！来看华视重要的过程。2006年7月，华视甲公共电视台合作公共集团制作更加优质多元的影视内容。2009年4月，华视媒体园区成型，包括原住民族电视台、客家电视台等等，整合平台服务，共款的族群发声。 3、2、1，落地3。2012年7月，华视 HD 频道开播，正式进入高位级电视时代。为了提升民众参与政府的事务，2017年各个频道开播，艺术消息无漏接。同时，伫推广体育方面嘛无保留，甲爱尔达电视台合作，直播2018年世界杯卡球比赛。 这是经过16年后，世界杯卡球比赛直播中华华视，伫当时创下高收视率，这嘛证明华视成绩大兴，活动的转播能力。2018年12月31日，华视头一摆播出2019年台北最海新年城的跨年晚会，后来连续2年拢转播跨年晚会，嘛替华视写下新纪录。它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的电视台。 可是其实它也蕴藏很多活力的人才，所以我们来这几年其实希望说华视可以脱胎换骨，走向新的一个未来。第2021年4月，华视新闻进入第52台，这是一个新的阶段。印象最深刻，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任务。做一个真正的未来的电视台，它应该是一个平台，它是服务。 这方面各种制作单位或者人才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中介的一个平台，那华视应该当然勇敢地踏入新媒体数位化的这个世界。那我们如果能够整合这个线上线下，包括虚实的这种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平台，那我觉得华视会非常有机会。5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，就等于是半世纪啊，必须要站得很高，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。 我们所有的节目，那我想这是华视它的未来。经过50年的岁月，为黑白到彩色，华视承先启后，有过去精彩，嘛期待迈向后一个更加青颖的50年。